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啊。即摆要来念一段《囡仔王子》第1章。啊，你若已经有买册欢迎来对念。好，《囡仔王子》第1章。我6岁的时，有一摆去看到一本描写原始树林的册。册名是《大自然的真故事》，内底有一幅正气派的图。这幅图画是一只大只猛蛇，当咧吞动物。对面就是这幅图的 copy。册内底写讲，大猛蛇连步都无步，就甲规只的动物吞落去，了后点点啃6个月的面，来甲动物消化。迄阵目睭睭的树林内底，即款恐怖的代志，互我直直想。买手贱，就举一支彩色的鉛笔，画我个人的头一幅图。我的第一幅图就像下面安尼。我甲我的图展互大人看，佮问因讲，即幅图敢有甲因惊着？因拢应我讲，一顶帽仔有啥好惊的？我画毋是一顶帽仔，是一只猛蛇，当咧消化一只枪。为着要互大人了解我的意思，我就甲猛蛇的腹内嘛画出来。大人定定拢爱人解说规大堆。我的第2幅图就像安尼。遐个大人拢苦劝我讲，甲看会到甲看袂到腹内的猛蛇迄2幅画藏咧，甲兴趣转向地理、历史、算术甲文法遐去。就是安尼，伫我6岁的时，就放弃画家即种正高尚的事业。这2幅图的失败，互我真失志。大人对代志毋捌讲一个仔就了解，定定拢爱对因直直解说，这对囡仔来讲真忝。毋则我选别款头路，去学驶飞行机。世界各所在，我差不多拢飞过啊。无毋对，地理对我真有路用。简单目睭影一下，我就有法度分讲是钱仔也是亚利桑那。人若伫暗时找无路，这百面好用。伫人生的过程中，我甲一大堆严肃的人定定咧斗阵。我伫大人的中央生活遮久，斟酌甲因观察，对因的见解无改变。当我拄着一个看起来有略仔较灵性的大人，就将我不时保存的第1幅图解试，想要知影讲伊敢真正有智慧。毋过定定拢甲我应讲，这是一顶帽仔。煞落我就无甲伊讲猛蛇、原始树林，也是天星的话题。顺伊的话，甲伊讲不理智，讲过鲁夫，讲政治，讲ネクタイ。了后，迄个大人就真欢喜讲，会当熟悉一个遮有话讲的人。